計算的苦悶，人苦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得到，而是因為他們沒有機會付出。最近在報紙上看見美國有一間善用時間顧問公司，他們的研究員經常手持秒錶，以年多的時間在國內研究數以百計的人，看他們如何分配時間。他們的研究估計，平均每一個人一生會花6個月在交通燈前守候，花8個月拆信，把1年時間花在尋找誤放的物件上，花4年時間做家務，花5年時間排除，花6年時間吃東西。該公司的負責人說，很多人花在他們認為有價值事情上的時間，卻相對地不多。該公司在國內進行了一次電話調查，訪問超過1000名已婚人士及婚姻輔導員。他們從研究判斷，已婚夫婦平均每日花4分鐘作有意義傾談，而雙方都有工作的夫婦則每日花30秒和子女談話。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研究，但有趣的地方並不在於他的研究結果，而是在於這個研究本身。美國人就是那麼 pragmatic， 一天到晚就在那裡將一切接觸到的事物不斷量化。這種量化的精神固然為他們贏得速度與效率上的成就。事實上，香港在工商管理、金融經濟有今日的成績，亦有賴於美國所提供的技術培訓。但這種心態亦無可避免地帶來生活上的不必要割裂。話說有一位男子去見心理輔導員，投訴他與太太之間關係漸趨冷漠。輔導員教他騰出星期5晚與太太出外吃頓豐富的晚飯，然後一起散步回家。1個月之後，這位男子再去見那位輔導員，說：你提議的方法似乎沒有多大效用，我們之間的關係未見任何改進，倒是我太太的腳卻已行腫了，因為我們居住的地方離市區甚遠。我說的量化心態正是這個意思。再說，就以開始時提到的研究為例，究竟怎樣定義有價值的事情？只有作有意義傾談，跟子女談話才有價值？拆信、做家務、吃東西、閒聊就沒有多大價值？事實是那些所謂有意義傾談，更多時是不經意地在閒聊中出現。做家務背後若沒有一種彼此分享分擔的默契，我就不明白討一個太太跟雇一個女傭有什麼分別。當然，在現代社會，做家務也不一定是女性的專利。而當一對男女在談戀愛的時候，他們亦不是每次找個地方煞有介事地討論有關戀愛的事情，他們只是逛逛街、上上館子、探探對方的家人，感情就在這些並沒有太偉大意義的閒事中滋長起來。浪費時間嗎？我倒想知道有什麼達成的捷徑。老實說，事事計算實際效益的愛還算得上是愛嗎？再看看剛才那位找輔導員的男士，在實際的行動上，他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去滿足那段關係對他的要求，並且那位輔導員所提的建議亦絕非無聊，可以做的都已經差不多做齊了。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有了他，所作的一切都會充滿意義，甚至在那方面未交足功課也沒太大關係。沒有了他，做得再多亦不能為已有的增添分毫。我們有時實在太過精打細算了。這種功利主義在不教間，從我們所看的報紙雜誌、所受的教育，更準確來說，應是技術訓練。工作的環境慢慢滲入我們的人際關係、家庭生活、道德意識，甚至信仰領域。我們經常不能自制地問：這樣做有什麼用？當然，有時我們必須對自己和別人有這樣的省察和批判，以致我們不至於虛度青春、浪費生命。但這種自覺不應攔阻我們去無條件地付出自己，超越理性規則地為回應生命的感召去浪費自己。聖經馬可福音記載有一次，一個女人帶着一玉瓶非常貴重的香膏去見耶穌，並將玉瓶打破，把膏澆在耶穌的頭上。在座有幾個人心中很不高興，諷刺地說：為什麼要這樣浪費呢？這香膏可以賣30多兩銀子，拿去救濟窮人不是更有意義嗎？但耶穌卻說：由他吧，何必難為他呢？他在我身上所作的是一件美事，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，要向他們行善，隨時都可以，只是你們不常有我。
事實上，那些出言諷刺的人又有多少個是真正關心窮人？浪費嗎？那得看是為了什麼和做在什麼人身上罷了。有些浪費是必須的。太陽不是浪費了千萬光華，才能將一線熱與光傳送到地球；一對愛侶不是浪費了千言萬語，才能將一句我愛你或我願意傳送了過去。愛因斯坦浪費了整生的光陰，才寫下了一堆沒有多少人看得明白的抽象符號。值不值得？你又認為如何？事實上，每個人都需要一些浪費自己的機會和時刻。不少人心中充滿着有待散發的動力和激情，卻被無數的規矩、傳統、成見和僵化的自律所束縛和窒息。結果是叫生命的火花趨於沉寂，或誘發出自毀性的反叛動力。人苦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得到，而是因為他們沒有機會付出。不要再貪婪地擁抱着自己的時間，保留自己的精力去做那些偉大的、有意義、有價值的事。因為他們很可能只存在於我們豐富的想象之中。在我的腦海中也會閃過一些十分精警的意念，叫我捨不得將他們浪費在一些短文中，因為他們實在有潛質被發揮成一篇精細的文章。但在無止境的等待中，這些精警的意念卻慢慢失去了他們初發的光華，至終叫我不屑一顧。讓我們嘗試在似乎是浪費中找住那創造的泉源。讓我們不要害怕像那個女人將香膏浪費了。當然，你將會受到那些精打細算的有識之士所批評和非議，但管他。你知道你要交代自己的對象至終不是他們，